算了，只要搞传统文化的就是新儒家。我应该是说这些不一定是这样的。当然这个佛家呢，我们提的少，我想以后也可以适当的去提，去研究。佛家有它可贵的东西，而且我们常常说佛家它是中国化了的，它不是印度那个佛家了。所以我说，应当我们讲是这三家。我今天也许讲的过程中，有的时候牵涉到别的家，对别的家也许有不恭敬的地方，那大家要提醒我。对于老祖宗的东西呢，实质上我们是诚惶诚恐的，这个是价值无比的那个瑰宝。台湾的朋友们，你们是能不能看到中央台的那个电视啊？不知道看得到吗？我们在这里常看得到，就是在中央2台有一个鉴宝的那么一个节目栏目，就拿了几个那个破碗，是吧？几个瓦罐，那么一些东西就是宝，要做了拍卖。是值多少钱？那个东西呢是说小心谨慎、小心翼翼的保护的啊。所以一讲这个传统文化的时候，那是无法比拟的这种价值。所以我们都要有一个恭敬心我想也出一个恭敬心，和大家来交流我对于这个《道德经》的学习、理解以及具体的有些东西的做法，希望能够和大家有个好的交流。我分3部分，第一部分是对于《道德经》的概说，这个部分长一点。刘院长讲课可能是叫做什么经典概说吧。因为大家对道家觉得一个就是有点忽略，再一个就是觉得它是一个有字天书，看也看不懂，一看就打瞌睡，一看就麻脑壳，所以就不想看。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想比较详细的说一说。第2部分就是关于它的一些字词句，它的理解和注意的事项。第3部分是关于我们在以后教学的时候提点参考意见。第1部分，老子及老子介绍。第一，老子其人。首先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读音的问题。我写了拼音，拼音对台湾的朋友来说有点麻烦。你们学的是注音，这个注音我也学过的。拼音是1958年以后才有的，那我已经读初中了。我以前也是学的注音，我没有写汉字呢。我只是说他读。对于这个人这部书，我们要读老子，这样读，这是按照国语北京话的要求是这样读的，不能读一个轻声。这个轻声是普通话国语里面的一个特点，南方人一般没有，台湾是比较好的有，因为蒋老先生在位的时候是极力推行这个国语的。这个轻声轻轻的一读，那么就说老子，是这样读。湖南话说是哑老子，娘老子。所以你要是说读一个老子，那么这个你读错了。老子是说这个人，也说是这一部书。
学国学学这个《道德经》，第一次开口不要错。年轻朋友不注意，有同学有人跟我谈话，他说他学了这个，他很喜欢国学，特别喜欢孔夫子的《论语》。孔夫子的《论语》，这个就不好听了，不好意思说他，就是说那个字应该读《论语》，还不读《论语》的。所以这是很容易错。老子这个人是什么人？他是春秋末期人，他的生卒年份是无法考察，因为年代太久远了。史记里面写的东西也不多，下面是史记的一段话，念一下。老子者，处苦力县曲仁里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丹，周守藏室之吏也。有些资料上写的是周守藏室之史也，没问题，都一样。但是吏和史的区别在于，吏是个官，史就是个工作人员。希望他是当官的好啊，一个工作人员，一般的公务员，他就是修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，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官，官令尹喜曰：“子将引以强为我著书。”于是老子呢就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义，5000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这样一读呢，也许基本上懂了，不懂没关系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，从中间这一段很简短的话里边，我们来推断一下，老子是一个什么人，他为什么能够写这一部书。一个词语解释就是守藏室。守藏室古代的功能是比较宽，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、档案馆、博物馆这样的多功能的一种综合性的机构。这个吏呢，就是个总管，也就是说一个馆长。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，老子第一点就是他一定出身是一个